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amptons Joyce。今日我好開心同大家介紹一個倫敦西區嘅非常之罕見嘅優質新盤 Twyford Park。特別提醒大家，我哋將會喺7月4號、5號禮拜六、禮拜日喺香港尖沙咀港威酒店3樓舉辦呢個 Twyford Park 香港展銷會，時間由上午嘅10點至到下午嘅6點，下午2點呢會有詳細嘅物業講座。名額有限，而且費用全免，歡迎大家預約出席。Twyford Park 位於伊靈區，坐落於擁有100年歷史嘅 Twyford Manor 莊園內，擁有超過5萬平方米嘅私人園林綠地，係倫敦西區少有嘅低密度公園式豪宅，由知名發展商 Latimer Clarkson Housing Group 打造。提供158伙由 studio 至3房嘅 apartments， 另外有8間嘅排屋同埋2間嘅獨立屋。首批單位將於2026年嘅8月落成，屬於準現樓嘅一個項目。項目最大嘅亮點係環境優美、交通便利，附近 Hanger Lane 地鐵站方便連接 Elizabeth Line、Ealing Broadway， 9分鐘可以去到 Paddington， 22分鐘可以去到 Bond Street， 生活機能完善。周邊咖啡店、餐廳、公園、購物選擇豐富，非常適合自己住、子女英國留學或者係投資置業。想親身了解呢個罕有嘅倫敦莊園住宅，請盡快預約7月4號、5號嘅香港展銷會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機會難得，期待可以喺展銷會與大家見面。